用大条来关心屏东万丹一间人家厝传出枪声，警方接到通报，讲这间厝的厝主有枪，赶紧去查。嫌犯看到警方到位，真正对门口开3枪。双方是经过1点钟，由亲戚朋友来考劝，这个嫌犯才出来投降。嘛，伫嫌犯的车顶有找到枪甲毒品，即马专案已经移送法办。民众秘籍出来，唔敢出门，因为门外传出枪声，警方在向嫌犯发声。出来！真的，因为我们乡下很安静，从来没发生，我以为在可怜戏剧。19早起7点外，警方到屏东万丹新庄路一个面体查庆洞，想不到嫌犯发现厝被包围，竟然对外开3枪，场面真紧张。警方顾虑厝内有嫌犯的囡仔无刑警，找到亲友敲电话考劝投降，一直到将近9点，4、5组嫌者放弃抵抗，在慌乱中跳楼逃掉。那后来这个他可能也觉得这个法网难逃，所以他主动到我们派出所去投案。所以我们现在把他带过来现场，再理清整个案件的过程。当天白日地下区传出枪声，门顶悬阁楼、枪支坑，附近民众拢惊一条。嫌犯投降了后，警方为厝内驾驶5组嫌太太后车厢内底查出几多的非正式手枪、长枪、枪支甲毒品、海洛因这证物。事前我们是有掌握部分的情资。包括他贩毒部分以及他持有枪械的部分。警方表示，4、5嫌犯是分局列管的治安各路人口，专案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枪炮弹药管制条例，移送地检署侦办，调查的动机甲枪毒的来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